今集係尋找胃痛嘅故事前傳，陳仔會搭叮當時光機去到1989年嘅日本，訪問佐賀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綜合內科嘅12位醫生，佢哋喺1988年4月至到1989年3月期間，一年內睇咗489個肚痛嘅患者，其中男性214個。女性275個，平均年齡44.4歲，由16至89歲。喺呢489個腹痛患者當中，有232個係胃痛、上腹痛。大家留意喺熒幕下邊可以撳字幕嘅，隔籬有個齒輪嘅按鈕，可以校 4K 嘅畫質，亦都可以選擇播放嘅速度。如果你嫌我講嘢慢，可以校1.25同1.5倍。最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。陳仔少少頻道。喺呢232宗胃痛、上腹痛嘅患者有唔同嘅診斷，最多係胃12指腸嘅疾病，有154例，有15宗係肝膽嘅疾病，一個胰臟病，有17個人腸道疾病，4個係肌肉骨骼嘅疾病，泌尿系統、婦科、心血管同埋呼吸系統各有1宗，最後有37例係其他疾病。整體嚟講，問病歷同埋身體檢查嘅診斷敏感度比較低，大約係66%，即係232個有胃痛、上腹痛嘅患者當中，真係有胃病嘅有154人。喺日本醫院就診嘅腹痛患者當中呢，胃炎最為常見，但係其他診斷包括胃潰瘍、胃癌、胃息肉等等，只能透過進一步檢查，即係做胃鏡檢查去分別。出現胃痛、上腹痛嘅症狀未必係胃嘅疾病。喺232個胃痛、上腹痛嘅人當中，有78個唔係胃病，有時候肝膽疾病嘅患者都會出現胃痛嘅症狀。大家可以睇翻尋找胃痛嘅故事第1同埋第2集，胰臟病都可以表現為胃痛。喺第3集，陳仔帶大家去到歐洲同埋埃及，4個人胃痛嘅故事，以為係胃病，原來係胰臟嘅病。特別嘅係心血管疾病、泌尿系統疾病、婦科疾病都可能出現上腹痛嘅症狀。相反，真正胃或者12指腸嘅病患者可能冇胃痛嘅症狀。建議閱讀 Yamamoto 寫嘅一篇文章，就係描述1988年至1989年喺佐賀大學醫院嘅489例腹痛患者嘅診斷結果同埋經驗。如果大家覺得呢一集有用，請 CLS 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各位。